又有海外找头路防诈骗的事件，有一个查某人哦，伊去年去柬埔寨工作，说互诈骗集团送去缅甸。后来，这个查某人甲一个嘛是哄骗的查甫人交往，阁有新哦。这个查甫是赔40万互诈骗集团，互因女朋友会当顺利返来台湾，准备生囝。7月特别生路，也毋过哦，这个查甫人目前人阁伫缅甸，家属希望讲政府会当来提供协助。听8个月大的巴肚出来开记者会，72年岁的小慧去年6月伫网络上看到高薪好管的工作，所以前往柬埔寨，想袂到说是去互诈骗集团所骗，所落来互转送到缅甸KK园区。过程中熟悉姓洪的查甫人，两人共款互诈骗所交往。小慧伫去年10月有薪，为着会当离开姓洪的查甫人，甲物业公司谈判，共40万的赔付金。换小慧会当回来台湾，是做诈骗的工作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，我们会被打，或被电击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不得已还是做了。在那边有一些同事，他们也是没有钱付赎金，所以都还不能回来这样子。今年3月小慧顺利回来，7月就要生产，也不过煞不时收到信息要求总钱害小，甚至要求汇虚拟货币。姓洪查甫人的妈妈也真惊，搁较无法度确定传信息的人都是家己的后生，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，互后生回来。求助民间救援队也向台北市树林分局报案。做妈妈的连儿子死活都不知道，请问政府我应该如何面对？警察机关受理这个案件，大概我们基本上大概都是把它视为重大刑案在办理，也协请外交部来列管这个案件。根据台北市警局统计，今年受理海外人蛇诈骗有34件，41人已经破获16件，逮捕相关人数46人。目前拢有请警政署甲驻华单位积极查办，也毋过也讲。因为柬埔寨甲缅甸无邦交，确实侦查工作有困难，会继续拍拼协助受害咱国民众返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